中度风台天兔尾来，气象署是已经发布海上风台警报。如果这路线是会愈接近台湾，下晡5点半左右，嘛会来发布陆上警报。明仔早起，这部风款有机会就会吸到咱的陆地。咱做伙来听气象署伫咧2点40分详细的说明。如果西北太平洋第25号中度台风天兔它的移动方向和速度如我们所预估的话，我们将在今天傍晚5点半发布陆上台风警报。目前中度台风天兔它的中心已经在吕宋岛，受到地形影响，它强度稍微已经在逐渐的破坏。预估在今天未来几个小时以后，它会到达巴士海峡。到巴士海峡以后，由于海气条件不太适合它发展，因此在之后它的强度会在慢慢的在减弱。另外，台风中心不论它移动到哪里，台风中心的浪高会有6米以上的浪高，这部分提醒海面上作业或活动要特别的留意。今天下半天以后，东南部地区和横穿半岛下的雨会比早上来的多一些。而明天开始，我们预估在花东地区横穿半岛下雨的时间会增长，尤其在明天下半天到星期六的上半天，将会是它下雨的巅峰的时间。那当然还是要靠台风，如果它移动是如我们所预估的话，将会是这个时间是它巅峰的时间。我们预估明天的降雨，在台东以及横穿会有局部性的豪雨，花莲会有局部性的大雨，东北部北部地区、南部地区、中部山区也开始断续会有降雨的情况。那么等到星期六，台风中心如果能够移动到，应该是星期六下半天了，移动到我们东方海面，那么台东以及恒春的降雨就会逐渐的缓和下来。但是花莲、还有宜兰、还有北部地区都开始会有降雨的情形，其中在基隆北海岸、宜兰以及大台北的山区可能会出现局部性的大雨。我提醒大家，不论怎么走，绿岛、兰屿、台东、恒春依旧是首当其冲，一定会影响的地方，请在这位朋友要特别注意啊！未来风和雨会增强，未来台风的变化，我们持续观察，一旦有新的变化，我们会调整我们的预报，提醒大家多多留意。所以也提醒各位朋友，在未来2天从事活动的时候，一定要参考我们最新的预报。以上是今天这节的台风动态说明。